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早起咱会当伫遮做伙来读经。伫咱读经之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有这段时间会当做伙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学乐你，做伙来共读你的话语。主啊，请你互阮有真好的精神，互阮有为你来的智慧，会当领受你的话，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底，互阮今仔日的每一个时刻，拢有你的同在。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仔日咱要来读的是《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25节，咱做伙来读《申命記》第6章第1節到第25節。這是耶和華恁的上帝所命令教示恁的誡命、律例、法度，互恁佇恁所要過去得到作業的地來行伊，通互你甲你的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執守伊一切的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命令你的，互你的日子得到久長。以色列啊，你着聽，着執守來行伊，互你通佇迄個流奶甲蜜的地得到享福，人也加添極多，親像耶和華你列祖的上帝所應允你的。以色列啊，你着聽，耶和華咱的上帝是獨一的耶和華，你着盡心、盡性、盡力聽耶和華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命令你這的話，着記佇你的心，也着用這訓教示你的囝兒。無論你坐佇厝內，行佇路裡，困抑是起來，攏着講論，也着縛佇你的手做記號，滴佇你兩蕊目睭的中央做紀念，閣着寫佇你的厝的門徛，以及你的門。第10節，耶和華你的上帝帶你入伊對你的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授帶要予你的地，佇遐有城，大閣水，毋是你所去造的，也有厝，積聚滿滿的好米，毋是你所積聚的，也有開遍的水井，毋是你所開的，也有葡萄園、橄欖樹，毋是你所栽種的，你食到飽。迄時你着謹慎，免得你記得耶和華就是帶你對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出來的。你着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服侍伊，指伊的名咒詛，毋通趁別的上帝，就是恁四圍的百姓遐的上帝，因為佇恁中間的耶和華你的上帝，斷無用穩準用別的上帝匹配伊，是驚了耶和華你的上帝大生氣你，對地上毒滅你。恁毋通試耶和華恁的上帝，親像恁佇瑪撒試伊一樣，着注意守耶和華恁上帝的誡命，甲伊所命令恁的證據、律例。耶和華所看做正直、最好的，你着行伊，互你通享福，閣通入去得到耶和華對你列祖所咒詛的好地，要對你的面前掛出你攏總的對德，照耶和華所講的。第20節，將來你的囝問你講，耶和華咱的上帝所命令恁這的證據、律例、
法度是啥物意思啊？你着甲你的囝讲，前阮伫埃及做法老的奴才，耶和华用大权能的手带阮出埃及。耶和华伫阮的目睭前，用大国厉害的神者、技师，行伫埃及，甲法老伊的全家，对遐带阮出来，要带阮入去，将伊对咱列祖所咒詛的地赏赐咱。耶和华命令咱行遮的一切的律例，来敬畏耶和华咱的上帝，互咱定定得到福气，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亲像今仔日的款，咱若照耶和华咱的上帝所命令的，伫伊的面前，照伊一切的诫命来行，这就是咱的义。我们先看第1节到第3节，就是在说，使你在得地为业的土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就是因为你们遵守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然后不去行恶，那你们就会长远的在这块土地上荣升义人。那相反的，如果你悖逆，跟外邦人一样去行恶，去拜偶像，神就会把你从这块土地上赶出去，你就不会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因为摩西会死，约书亚也会死，历世历代的先知、仆人、领袖也会死，只有神的话语是留给以色列人，神的话语是长存的，所以只要遵照神的话语，就必得着祝福。违背神的话语，必被神管教，甚至被神审判。这就是摩西一直耳提面命的，希望以色列人要听懂的一个部分。第3节的流奶与蜜，奶基本上指的是羊奶，蜜指的是蜜枣。蜜枣很甜，像蜂蜜一样，而且被神祝福可以人数极其的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正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子孙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后来透过西乃之约，就是百姓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跟神立约，以至于他们可以借由遵守神的话语来爱神、认识神、敬畏神、荣耀神、彰显神，那他们就可以长远的被神祝福和使用，在地上不会被神赶出去。第4节到第9节非常重要。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原文的第一个字是你要听。这些虔诚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会背诵、诵读、祷告、学骂。学骂的意思就是听，所以这边经文说到以色列啊，你要听。有3段跟听有关的经文，他们会把它背下来，而且每一天呢都要背这3段经文，代表说他们没有忘记神的话，他希望他每一天都听神的话去遵行。第1段的学骂就是在这边的申命记第6章的第4到第9节。第2段的学骂是在申命记的第11章13节到21节。第3段的学骂是在民数记第15章的第37节到41节。那这边第6章的学骂，耶稣基督他在新约的时候也有引用过。马可福音第12章有一个文士来挑战主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主耶稣就引用这个学骂，最大的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骂的内容。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申命记前面几章也一直强调，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时候，我们只有听见神说话，神却没有向我们显现他任何的形象，所以你不可以用受造之物或是人类脑袋所想出来的、所创造出来的受造物
然后把它雕刻成偶像，说这是耶和华。这样就是颠倒是非，把受造物变成了造物主，这个是会被神审判、被神击杀的。所以这边让我们再一次来确认，就是说所有的受造物，不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脑袋想出来的，人的手所雕刻出来的，这些都是受造物，它绝对不是神。所以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强调的是它跟其他的受造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很多那些相信受造物是神的多神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多神，都是受造的，我们却是独一的。只有创造主、救赎主，他是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这边是讲真正的上帝跟假的神明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强调他的独一。第二个是我们会讲到三一神，会强调我们跟一神教之间的差别。例如说回教，他们强调他们是一神教，他们只信奉一位阿拉。但是我们会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体这个字其实是本质，三个位格却拥有同一个上帝丰盛的神性本质，他们都是一样的，同尊同荣，没有差别。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讲到我们是独一神，就是讲到我们跟多神教不一样。我们讲我们是三一神，主要是我们跟一神教，他们只有一个神，一个位格，我们不是，我们是三一神。之前摩西也曾经讲过，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是在你们被掳的时候，你们悔改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来寻找神，因为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剩下只有神，你就来寻找他，那时候你才可以寻见这位神。所以摩西之前在第4章就有跟我们讲过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很有立体感、很有深度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们的神，用尽一切的生命，单单爱他，为他而活。所以不仅是你自己要听，然后要记在心上，刻在心上，一生不忘记神的话，而且要把这个话传承出去，如同神透过摩西传给我们，我们也要把这话语传给我们的儿女。所以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遵行神的话语，在你所有日常生活的各种环境当中，都要跟人谈论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你要不断的被神的话语充满，不断被神的话语引导，不断用神的话语所教导你的去跟别人相处，这才能够容神益人。第8节、第9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要系在我们手上为记号，代表说我们手所做的事都要遵行神的话语而去做。戴在额头上为经文，代表说我们脑中所思想的都要以神的话语为根据，去进行我们的安排跟计划。所以手所做的跟脑中所想的都要符合神的话语。然后在自己的房屋里面，或是在整个城市的城门上，都要按照神的话语被建造起来，都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也就是说，个人的生活跟集体的信仰者的生活，都要日日夜夜的活在神的话语的引导里面。这是选骂的精神。在第4节到第9节，这个选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在各种的生活环境里面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想的事，
个人还有家庭还有整个城市，我们都要活在上帝的话语的带领里面。听起来是有点抽象。接下来10到19节就是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有几个状况是来测验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活出选骂的精神，能够来尽心尽性尽意遵照神的话语，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第一个会试探我们的就是神使我们得丰富富足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忽然之间我们继承了所有非我们所建造的城，非我们所盖的房屋，非我们所经营的，而堆满在这房屋里面的美物，享受非我们开凿用的水井，享受非我们所栽种的这些葡萄园、橄榄园，而且吃喝饱足。那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忘记了，我们本来是奴隶，是耶和华上帝救我们出埃及，这些都不是我们去栽种跟建造，但神却白白赏赐给我们。就是人在享受神的祝福跟产业的时候，不要忘记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原本不过是奴隶，不过是罪的奴隶，不过是死人，但是神却让他的儿子替我们而死，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享受神一切赐给我们的丰盛。所以第一个，真正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爱我们耶和华的我们的神，就是要谦卑感恩。若不是神，我们什么都没有。第13节说到，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曾经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就在那边跟神争闹，试探神，看神会不会给他们水喝。神一定会给你们水喝，只要你们顺服他，按照他的话语而生活。神一定会赐给你们农业生活，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会改过农业生活，神就会在农业生活里面供应你们必须的这些，风调雨顺，下雨，没有灾害，没有蝗虫，然后让你们有很多的恩典，可以有好的收获。所以不要试探神。刚刚提到的，你去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不是我建造的，都是神白白赏赐给我的，所以要谦卑感恩。第二个是相反的处境，就是因为害怕你自己缺乏，害怕没有风，没有水，没有丰收，害怕有蝗虫，害怕有仇敌的时候，你更要专心的敬畏神，不要这时候反而去跟随别的偶像，认为别的能力、别的势力、别的偶像可以保护你。在你的环境的挑战和困难里面，你可以得救，你仍然要专心依靠神。刚刚是提到你在享受你美好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现在是讲到如果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只有一位神，是曾经救你出埃及的那位神。他过去救你，他今日救你，他明日也要救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换一个神，去侍奉那不是神的神，也不可试探神，跟神大吼大叫、大哭大闹，像玛撒一样。你只要愿意老老实实走在一个敬畏神的道路上，神自然会赐福你，而不是用恐吓神的方式去试探神，希望证明神是真的。试探神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魔鬼用这个东西来试探主耶稣，还有他试探神，说故意从高的地方跳楼掉下来，上帝一定不会让你死。耶稣说，我不做这种事，因为经上说不可试探神。第20节，在我们眼前耶和华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指的就是十灾。十灾就是耶和华10次击打埃及人所信靠的背后的10种神，证明他们都是假神。不管他是管生命的、管健康的、管丰收的、管牲畜的、管天空的、管光明的，这些神在十灾里面一一都被击打，站立不住。所以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很多，
神就是要我们相信他的话，依靠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这就是神会喜悦我们，称我们为义，得以在他所赐的机会、职分跟领域和土地里面，可以容神一人。神跟我们这些人立约的精神非常的简单，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重点就是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他有可能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来坚定我们与他所立的新约，因为他用他儿子的血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的约定，就是我们不再是灭亡的罪人。因信主耶稣，我们不再是灭亡的罪人，反得永生，并且要与神的儿子一起成为后嗣，继承天父上帝的万有，并且治理全地，这是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我也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你，将我们的眼目放在你的身上，并且渴望每一天都能更认识你的心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今天可以将对神的爱或是想要对神说的话写在灵修笔记上面，最重要是附上我们那颗敬畏的心，爱主的心。平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地的，做我路上的光。做